朋友们，你们有看过自己父母结婚时候的录像吗？我没有看过，但是我一直想看，这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，也可以说是一个幻想。因为从我记事开始，我父母的关系就不好，一直吵架，直到现在。那么我就无数次的在脑海里幻想他们结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。我想当时他们一定是恩爱的。我父亲90年代结婚的时候，家境还不是很好，所以当时没有钱去请摄影师。但是很巧，我舅舅当时有一个小型的摄影机，全程跟拍了。但是那个录像带从拍摄之后就遗失了。就20多年的时间，没有人看过这个录像带，也不知道它在哪儿。所以我外公和我爷爷生前就一直在找，他们也想看一眼，但是他们没有等到。不过最近被我找到了，旁边还有4个字“代代婚礼”，这4个字是我外公当时写的。怎么找到的？我外婆之前那个老房子最近刚签了合同，卖掉了。这个是在打扫卫生的时候，在楼下车库的角落里拿出来的，本来要和那些硬纸板一起卖掉。我现在内心十分的激动，我终于可以完成我的愿望，看一看我父母他们结婚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样子。最近我在网上找了一家公司，是可以把这种老的胶片转成 MP4 形式，就大家现在手机上可以看的视频。然后他们跟我说这是看视频的大小，视频越大钱越贵。我说不论多贵，你们都要帮我转出来。现在我要把这个打包寄给他们。 Later， 朋友们，我母亲结婚的视频已经在这个 U 盘里了。南京的那个公司花了2天的时间帮我把那个大大的胶片导到了这个 U 盘里，整整14个 G， 花了100块钱。不要说是100块，就是1000块我也要导。现在我要出发去外婆家了，用舅舅那台电脑看一看，因为我家里的这个笔记本刚好坏了，而且也可以圆我外婆的一个心愿。在之前几年的时候，外婆就一直很想念她的父母。我太公太婆唯一存世的录像就是我母亲结婚的时候他们出镜了，所以外婆每次想父母只能是看看梳妆台上几张黑白的照片。今天可以看视频了。姐姐，让咱来看视频吧。我把那菜单报下来，看男囡结婚的视频。你像赖太公赖太太侪年纪蛮轻。但是搿些辰光拍子弹现在年8年都在分看过。分看过30年才能想想的。舅舅迫不及待，因为这个录像就是你拍的呀。舅舅，你还有印象吗？有印象，就我印象。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打开了。朋友们，我回到家了，现在开始剪切视频。明天早上8点半发布第1集，我父亲去接亲的视频。鲅鱼们在位。